喺恐龍幼稚園入面，一班細細隻嘅恐龍開心地玩緊，有啲畫畫，有啲砌石頭塔，大家都玩得好快樂。突然，有一隻小恐龍唔小心撞跌咗另一隻恐龍嘅作品。你整爛咗我嘅塔啊！被撞嗰隻恐龍大叫，佢開始發脾氣，亂踢石頭，亂吼亂叫。其他恐龍嚇到四圍走，唔敢行埋去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咁樣發脾氣？當事情唔如意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做呢？一齊嚟睇下呢個故事啦。HY Story。發脾氣的三角龍。有一隻成日發脾氣嘅小三角龍，佢叫控控。佢一嬲起上嚟，就會亂打亂踢身邊嘅嘢。有一日，全族嘅三角龍都出去揾食物，得控控仲喺度瞓懶覺。媽媽叫醒佢，快啲起身啦！我哋要去揾食物啦！控控俾媽媽吵醒，好唔高興，勉強跟住大家行。佢又發脾氣，用力撞同伴。哎呀！佢又用力撞棵大樹，啪！仲用力踢開路上嘅石頭。控控一路見到乜就踢乜，所以行得好慢。等佢去到缺林嘅時候，啲蕨菜已經唔多。走開！控控更加嬲，佢撞跌咗妹妹，仲食埋妹妹嘅食物。喂，媽媽啊！控控，你點可以咁嘅？媽媽大聲喝止佢，但控控冇聽，仲繼續破壞。佢撞到同伴半天高，哎呀！佢撞斷咗棵樹，嘭！佢踩碎咗石頭，啪！一路踢一路撞，最後去到沙灘。佢仲踩爛恐龍蛋洞穴，亂踢入面嘅恐龍蛋，恐龍蛋被佢踢到周圍都係。控控踢到攰咗，突然遠處有聲音，佢以為係恐龍媽媽返嚟，就躲咗喺大石後面。原來係鴨嘴龍媽媽返嚟。哦，不得了啦！發生咩事？恐龍媽媽嚇壞咗。我嘅孩子啊，點解淨係得4隻蛋㗎？其他去咗邊？恐龍媽媽喊住執返四散嘅恐龍蛋。邊個整爛我嘅蛋？真係太壞啦！恐龍媽媽傷心地講。佢揾咗好耐，揾返21隻蛋，但仲有一隻揾唔到。佢又攰又傷心，伏喺洞穴度喊。控控見到恐龍媽媽咁傷心，覺得自己做錯咗，佢決定走出嚟道歉。咦？呢度有一隻恐龍蛋啊！控控將蛋交返俾恐龍媽媽。咪我破壞咗你嘅洞穴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呢隻應該係你最後揾緊嘅蛋。恐龍媽媽開心到流眼淚，冇怪責控控，因為佢已經揾返晒全部孩子。呢個時候，控控嘅媽媽行過嚟。阿仔，你知菜能改，做得好好啊！媽媽笑住同佢講：我以後都唔亂發脾氣啦，媽媽。控控講。媽媽同控控開心咁返屋企。
三角龍小知識，你知唔知啊？好耐好耐以前，恐龍時代有一種特別嘅恐龍叫三角龍。今次故事嘅主角就係三角龍。三角龍嘅特徵，頭上有3支角，兩支喺眼睛上面，一支喺鼻仔度，好似戴咗頂角帽。頭後面有大大塊骨板，好似盾牌，可以保護自己。4條粗壯嘅腳，行路好穩，好似一部細坦克。嘴巴似鸚鵡嘴，可以咬斷硬嘅植物。三角龍食乜嘢？佢係草食恐龍，最鍾意食葉、蕨類植物、低矮灌木。佢唔食肉，亦唔會追其他恐龍跑，係一隻溫和嘅大恐龍。三角龍會打交嗎？平時好溫和，但遇到危險，例如暴龍，就會用角保護自己。佢會低頭，用力衝撞，好似玩恐龍版角力比賽。三角龍嘅朋友，三角龍成日同其他草食恐龍一齊生活，有時仲會照顧細恐龍，好有耐性。生氣係一種好自然嘅情緒。當你覺得生氣嘅時候，可以先同自己講：我而家嬲緊，然後慢慢深呼吸，或者暫時走開，等自己冷靜。如果要表達感受，可以用我覺得嚟講，而唔係怪責人。你仲可以透過畫畫、寫字或者做運動，將心入面嘅怒氣釋放出嚟。同信任嘅人傾下，聽音樂，或者做自己鍾意嘅嘢，都可以幫你轉移注意力。做一個情緒小偵探，問下自己：我點解嬲？我需要乜嘢？最後，記得要有充足睡眠同規律生活，心情就會更加穩定。學識好好生氣，就可以將情緒當成提醒自己要照顧身心嘅小信號。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